湊住小朋友冇得瞓，佢哋瞓咗，我又唔想瞓，夜闌人靜 ，me time 好珍貴噶嘛，所以睡眠時間越嚟越少咯，連 weekend 嘅補眠時間都俾人肉鬧鐘叫醒，就算瞓得到，又唔代表瞓得好。唔少嘅朋友都有以下嘅睡眠問題：起身之後仲係覺得好攰，容易扎醒，多夢，要半個鐘以上先可以入睡，半夜醒咗好難再瞓翻。有質素嘅睡眠實在太重要啦。最近開始咗新嘅睡前儀式，首先瞓覺之前沖個熱水涼，轉用 My 360系列嘅 Body Wash， 享受住青蘋果人參香氣，洗走疲勞，注入活力。第二，透過香薰嚟到放鬆舒緩，配搭住呢個 Body Cream， 帶有平靜森林香氣，味道超級舒服，含有鈣鎂，同時滋潤同埋舒緩皮膚。最後補充關鍵營養素，例如呢一隻 Peaceful Night， 佢採用咗番紅花萃取物，令到我哋身體自然產生褪黑激素，可以長遠咁樣改善睡眠質素。加上乳蛋白肽同埋茶氨酸製成，減少焦慮，舒緩壓力。配方天然、安全、溫和，唔會造成依賴。臨瞓之前1個鐘食一粒，可以減低壓力感，容易入睡，令人瞓得更加腍。一覺瞓天光嘅感覺好爽，醒咗嘅感覺更加精神。有優質嘅睡眠，仲可以改善皮膚狀態，減淡眼袋同埋黑眼圈。想快啲解決睡眠問題，就即刻 DM 我啦！